信义乡伫5年前开始，就这个农药伫新木村种高桃啊。农友讲，这款的水果真好种，而且口感好，品质优良，伊真满意。食过消费者嘛拢真懊恼。信义乡东富村新木村的高桃果已经开始大出，这摆季节状况袂歹，互农民真欢喜。 这农民真的非常很辛苦啦啊！它这个又没有喷农药的哦啊，我们进口的它会有带酸呐，进口是有带酸，它真的是甜。台湾真的奇异果真的是很棒，然后它的种出来的品质又很好。5年前就开始有农民专种高桃果，种到当农民感觉真好过，高桃果的口感佮有品质嘛，互农民真满意。不过，说伫行销通路拄到困境。台湾就是没有专门收购的那个厂商，纽西兰就是有专门的公司统一收购。 啊，然后就是批货到全世界去，台湾就是没有。信义乡的高桃果甜度真饱满，而且是无毒栽种。农民希望会当有稳定的行销管道，拍开高桃果的市场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